佢話今次係烏克蘭發動最大規模嘅無人機攻擊，即係近呢幾日啦。其中鎖定呢個無人機咧，全部都係鎖定莫斯科地區，而且當地係好多俄羅斯精英人士嘅居住地。嗱，我覺得佢都係特登嘅，特登咧飛到去你嗰啲叫做咧高尚人，即係嗰啲叫做咧精英嘅住宅區豪宅區或者咧嗰啲權貴住嘅地方。咁你哋嗰啲叫做防空系統咧又心急喎，嗰啲而家咧因為佢如果係純粹嗰啲 S300、400嗰啲防空系統咧，好多已經被瓦解。咁點算咧？佢哋就用人手望住佢瞄準，肩托式射落去。好啦，你好射唔射？就喺嗰啲住宅大廈上面，你就射落嚟。咁嗰啲殘骸跌落邊度咧？係咪？所以咧，其實嗰班都係冇腦，好撚蠢嘅。嗱，咁莫斯科州嘅州長叫做咧羅比約夫咧就表示，防空部隊同埋電子戰車喺莫斯科地區上空擊落並癱瘓187架無人機。癱瘓無人機都冇用㗎，你將佢癱瘓咧，佢就唔識飛㗎嘛。咁係咪一樣跌落嚟啊？你擊落佢又會跌落嚟，你癱瘓佢又會跌落嚟，跌落嚟嗰啲炸藥又會爆炸。